大家好，今日講一講東澳古道呢一條行山路線。我今次 cover 嘅路段係由東涌去到觀景亭。今次故地重遊，冇咩新嘅發現，但亦都有啲驚喜。我哋由元朗出發，先搭巴士去東涌。步道嘅啟點係日東村，發覺由東涌站行過嚟都幾遠。日東村有得去廁所，亦可以買嘢食。不過去嗰程我哋冇入去，返嚟先至經過佢。侯王廟係第一個 checkpoint， 我哋由隔籬一條小路進入。要去到廟，先要經過東涌河，嗰度有一條後王橋。喺河道，我哋見到有人喺度掘河。呢度有個遊樂場，亦都有一個廁所位。行到步道本身，第一個岔路係昂坪救援徑。不過今次我哋冇行，因為都幾艱辛。喺路上見到有昂坪360嘅吊車經過，有遊客向我哋揮手，感覺好似係旅遊頻道嘅 video 一樣，咁有趣。跟住去到第一條村莊叫汕頭村。呢位汕頭村今日去到可能下晝比較遲，所以比較寧靜。我今次就發現鋪頭都冇乜點開，因為趕時間，我連碼頭都冇去，直行直過。最後終於到達咗觀景亭。由汕頭村過去好似好近，但其實都唔近，都要經過樹林啊，高高低低嘅起伏先至可以去到。側邊都見到有海灘，出邊嘅海域都有啲船喺度行，好似幾寫意。觀景亭本身本來我諗住影飛機，但因為起咗條大橋遮住晒，所以影嘅效果都係麻麻。我都冇停好耐就離開。最後去返日東村，坐巴士直接返元朗。今次都係完成唔到成條古道，冇去到大澳，但係揾到一條由日東村返元朗嘅直車，都算係大功一件。好，今日就傾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